哈密瓜在台南种植的面积尚有1500多公顷，每年的产值将近2万吨，经济产值更达64亿元，是台南重要的经济水果之一。但果农多以隧道式种植居多。今天要介绍的是温室吊瓜种植，一株一果，品质精致的哈密瓜。现在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大哥，你在创啥？你会使入来看卖啊。我目前这是咧烧草叶，最主要咱是要互一丛留一粒果呢你的草叶就是爱随阶段安尼处理掉，互伊快速的当生长安尼，咱将营养拢规个集中伫这支地里，其他的草叶伊的营养分咱甲烧掉，伊就袂分散去。伊的生长会较紧。就像安尼，伊个出来的草叶咱就是安尼提早甲花掉。你会使做看嘛？好。安尼甲伊烧掉。对。安尼就会使啊。你爱用安尼甲花，顺序安尼花安尼。假使伊也无甲伊烧掉的话，伊是会对边个生出甲别种物件出来。无，伊的草叶伊要生长，伊就是爱营养分嘛。嘿。咱若甲烧掉，伊的营养分就互即个母猪、即个母丛继续一直生长。草叶因为咱无需要真的草叶，所以咱甲烧掉，就是帮助伊的发育。所以老板呢？一株一果的是安尼是一株，它就只会长出一颗果实。等到差不多伊第10目到15目这段时间，伊的草叶咱甲留起，较有留果，留果起来咱较去选果安尼，选迄个上细正、上水的果，甲留起，留一粒，安尼，互伊搁再生长安尼。洋香瓜在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整个台南里面种植的面积是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一个 total 的加起来的占比绝对有1半以上。那早期有甚至高达到70%，那些洋香瓜，就全台湾的洋香瓜有这么高的比例都是在台南市，现在台南市这样子整个区域生产出来，所以这个作物的品种研发就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气候变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气候变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几乎快要没有冬天了，春天跟秋天就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高温炎热，就是这种比较属于高温环境的时间拉很长，所以以现阶段的那个育种目标或者是说需求因为需求还是就是农民的需求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这新品种的研发上，就会注重说，因应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来选出然后一些适应力比较好的。我上起头是伫工业这方面去发展食头路。因为是大人是有咧做事，咧种这个西瓜。我若教这个时阵，有当时西瓜需要骹手，我就会去斗做。渐渐安尼做的时阵，是大人年岁渐渐侪体力较无，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是大人做倒来拢发忝，我讲无体力拢。安尼足忝安尼，无才调通好应付着迄个劳力的，所以我也想讲，这个行业若要放弃，一寡园地就拢拍远去，足无彩安尼。我就从安尼半做工半搭安尼做安尼，尾手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拄好，阮遮农会。开始咧推广这个洋香瓜，我是讲这是多一个契机，无就
专心落来学种洋香瓜，种看嘛是袂歹，佫会当听时代负担即个劳力，渐渐将伊的事业甲迄个算传承起来安尼。咱即摆册叶若整理好，来就是开始爱做印版的工课。要印版有2种，一是用网互选，我遮我是选择用纸盒互选，所以要印版，我是拢用纸盒绑的安尼。扭起来绑个互固定。人工伊即摆伊若发育伊就一直大一直起。它会沿着这个一直上去。无爱原来爱翘。所以伊会生到遮悬。会生到这个遮，伊老瓜的部分头就离这个旁咧。即摆啦，像咱册叶除了的时阵，就是爱做银版的工课。这个动作叫隐慢。对。牵绳互拍起来，互拴起来安尼的工课。你要拔看嘛？好啊。大概好，迄个单节安尼就会使。我安尼摕起来。摕起来，你就拔个即个部分，大概单节，扭轻轻扭起来。我够悬。你搭起来要紧呢。会。然后打个单节。你安尼，唔免轻着，像安尼扭起来。好，给我一条，试看卖啊。然后。安尼就好啊，然后扭起来。安尼对，轻轻就会使。安尼家是有当。较灵小款。安尼大哥帮我小调一下。许大哥搭建了12座温室。平均3个月就能采收，这样的连续耕作，大哥为了减少连作障碍，会在土壤上种植绿肥，像是苋菜等等的蔬果来增加地力，让土壤的有机质有足够的营养。种20几冬，有当时就是这个受到环境的限制的所迫啊，温室的物件。唔比讲你像种外口讲即地种的若歹种，咱就刷来边啊，就白地种安尼。因为你温室的，你设施是固定伫你有即个连作的障碍的问题。有当时你尤其是你若搁种同款的作物，像洋香瓜，你拢一直种洋香瓜，你无轮作，你的园地。会有迄种连作障碍的问题，会愈种愈无好种。这是算上介大的问题。要你若像我拄着起头也拄着，就是讲要安怎去克服。所以我迄阵我就改变尽量用有机肥。你若像我有当时会种一寡绿化的，像番麦、玉米的。也是讲蔬菜，安尼甲轮作、高楼轮作安尼，互伊增加伊的迄个地力，迄个有机质有够安尼，迄个连作障碍尽量互较无咧。大哥，咱顶礼拜来把迄个其他的册芽都除掉之后，咱即摆是要来留果蔓。咱要安怎知影伊迄个果蔓，咱是要留倒一粒？咱要留果蔓，就是爱先看。伊即支迄个自蔓出来，有迄个即个母米母的米，有一个迄个果树的，若有咱就当甲留起来。留起来，咱留2院是有风万日，算人工咱会当选择一个田野较水的留过落安尼。其他领像这安尼，
咱若选这两样了后，其他的这册叶伊就无啥物健康的，咱就甲慢掉，除掉，规个拢甲烧掉安尼。所以依这张来看，嗯，这个就是我们要留的果蔓，对它这边有一个类似小小的果实这样子，是，还有这个也是，对。OK 啊，所以其他的这花啊、侧叶，咱得当给它除掉啊，会当个更好的生长环境这样子。对，伊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就像这张安尼，有当时啊生出来伊个管就会走较长。好。啊，人工果树啊，佮迄个管吼，会大了较正常较大了。所以咱即摆先来甲伊除侧芽，好对。然后留剩下的那2个果蔓。是，对，安尼对。大哥，咱今日要创啥货？咱今仔是要来迄个授粉，甲迄个洋香瓜授粉，互伊生洋香瓜领像洋香瓜伊花已经开啊，吼，啊，这粒是无花，啊有开，啊伊内底有迄个花粉掺母的花粒，算干母是同株，啊，咱只要拿毛笔。啊，安尼甲清清的，安尼伊就授粉啦。伊的花粉就会当迄个掺母猪的迄个花粉来。啊，即马咱要有花的时阵，就是爱有开起来的花。伊拄开啊，长芳长水的时阵，伊的花粉拄长活泼。啊，所以咱就安尼拿毛笔安尼清啊，安尼就做人工授粉。吼，安尼也像这有开咱就会当。所以我爱找有开的花，对，有开的花，安尼甲清练清的，对，吼安尼，安尼就授粉啊。吼，啊，就爱随丛啊找，吼你也看到，就是拢爱安尼授粉。经过了留果蔓开花后，帮它人工授粉，接下来就等待我们留下的2颗果蔓长大喽。多年的栽种经验，许大哥的瓜果园时常与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合作，试种不同品系的哈密瓜，并且不断研发改良，成功种出适合炎热夏天的台南13号。那整个来讲，气候条件，我们因应它气候条件，我们去选这个可以撑到我们果实采收这个阶段，它品质会表现出来的。那也不是每一个种到采收期品质都会好。野生品种一定可以撑到采收，可是野生品种的糖度一定很差，所以叫野生品种嘛。那经过长期的人为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做交配，然后去从后代里面选比较好的，这样子一直轮，一直选，一直选到后来，就会产生到我们目前洋香瓜的那个在比较高温期一个很成功的品种，就是台南13号。那台南13号，当初也是因为它的糖度表现在它的众多兄弟姐妹印象中，那时候有好就是那个应该有300多个它有相对的300多个然后里面它果实个子不是最大的，可是它是最甜。那你就知道这个甜在我们这个瓜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因子，所以在外面的试种里面的被认可的程度，哇，这个好，就是第一个应该是说它很甜，所以耐热又很好那台南13号变成后来我们在做其他的试验调查因为我们夏天高温之外，其实有时候会有不定期的那个大雨。那这1-2年来当然比较干旱，大家没感觉。可是，在3-4年之前的偶尔那种大暴雨的话，会造成瓜类有淹水。它相对耐淹水，我们说相对啦，你不能一直把它淹下去。可是其他品种在旁边的话，水退了，这样1天、2天、3天的恢复的状况，哇，13号非常好。大哥，咱经过1礼拜了后啊，咱今仔日要过来创啥货？今仔日是要做蔬果的工课，就是咱以前留的迄个果实今仔日伊有大起咱要选一个较水的，甲留起，其他爱处理掉。请我带你来看这个选果的情形。咱入来看下。好。
咱今仔动作就是要做选果的工课。你也像这阵咱有做2粒果起，咱就爱变，就爱甲看对伊较水，就甲留起。你也像这2粒外观看起来讲真水，毋过吼，伊的车顶遮伊就是有一顺，有一顺，这若等大粒的时阵，伊就要到成熟的时阵，伊就较容易避开。所以这粒咱就袂使甲留起，就爱留这粒较水的这粒。即摆动作就是安尼，这粒歹，咱就加倒起来，拄这个管，加落安尼。安尼就加掉就好啊。就啥放在涂骹，等下统一处理掉安尼。你也像这丛伊的生长速较弱，伊的幼果呾收花尔，所以咱就慢些等2工互大起。变大到像安尼时阵，咱较过来下。即摆就是爱随丛看，随丛顺，因为咱拢有加留果起。即摆就爱撒起来看一下，看对粒较水。你也像2粒拢真水，这粒较大粒，这粒较袂，咱就爱加这粒细粒啊。我要甲加掉啊！对遮？对，安尼加落，安尼。哇！咱就是安尼咧选果咧留安尼，就好个甲留起来。咱随丛做，随丛看拢爱看一下，看对就好。像这粒的果，伊就对。这粒就搁较完全，所以咱就爱留这粒，这粒甲加掉。对，就是安尼。安尼对遮甲加掉。对，就是安尼动作。哇，有够拍算的。就甲放伫涂骹就好啊。对，放到做伙，等下咱就统一处理掉。你也像这伊的生长速较袂遐弱的。伊这细粒就袂生起来呢。另外一粒伫对啊。伊这丛这打1粒尔，所以这粒就3万只选果。即摆过来搁看这丛安尼，就爱摕起来看，若2粒拢真水，你就爱搁兼看外观，若起拢真水，这粒较大粒，较整齐，这粒较小，就所以就拢爱选较好的2粒落比较安尼。比较了，就是爱淘汰一粒歹的，较弱的，加掉。加落去有够心痛的，这是辛苦结出来的果实。咱的动作就是安尼随丛做。好，咱即摆这丛。即摆这丛。这粒跟这粒吗？是这丛的吗？对。你也像这2粒。伊的果形，伊像这粒虽然是较大粒，毋过吼，伊这个果形无这粒遐水。是哦。所以吼，就爱留这粒，这是去互迄叶管这刺的滤掉。家己去用迄种这种金的刺去弄到的。对，所以是。伊这安尼无要紧吗？迄粒无要紧，迄粒若到大粒起来，伊慢慢看的就无啥要紧。大哥，你甲迄粒加掉。这粒伊的果形较袂遐细正，咱就淘汰这粒。咱除了爱看伊的果形以外，搁爱看伊的底部有没有裂缝，这些都是把它淘汰掉的一个因素就对了。因为咱是留一粒，咱就爱留迄个上好的。所以若2粒拼起来有一粒较歹，咱就爱淘汰的。好个，甲留起安尼。是。就是拢爱安尼看。许大哥在年轻时曾被推荐到日本学习哈密瓜技术的栽种，学成之后回国，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尝试，耕耘了近20几年的时间，终于尝到成功甜美的果实。拄好农会开始咧推广洋香瓜的时阵。有需要新的技术的人才，要爱考试，通过迄个改良场，搁再考试，推荐去农委会，迄个考试了，较过日本学习到因新的技术安尼。我迄阵拄有较幸运啦，拄考有过。
派过日本因温室的洋香瓜的栽培，含咱遮做露天的，也是做水稻的栽培的，拢无相像。我伫遐，我就认真学，我就想心内就咧想讲，咱以后若要有较好的经济来源，嘛是爱学人的新的技术，因为饲狗这就是一个趋势，安尼可以咱的经济价值较有迄个价值性。在改良场的一个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就是这一些栽培技术的改进、品种研发这一些在我们厂里面，就是算比较应用面来讲，那应用面一定会应用到农民这一边去。那这些作物在农民那边也都是有种植，那种植的过程一定会有相关的栽培管理的问题，所以呢，在对农民辅导方面最根本的辅导就是说潜移默化引导，就是这个新品种的育成我们有推新品种，推新技术他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来应用。那在这个部分，有些农民可能刚入门他完全就看人家种，完全没有 idea 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像这种有讲习会，那这个讲习会有可能是我们厂自己办的，我们洋香瓜栽培讲习，我们就是把这整套流程你是隧道式的，我们就办隧道式的栽培讲习，温室的这两个是基本模板不一样。那透过讲习会我们现场就是把这些栽培流程整个跟他们做提醒，整个过程就怎样一步一步，然后到最后采收。这中间要怎么去注意，然后怎么做？大哥，你的身躯绑这种绳手揢一条绳咱即摆要创啥？咱即摆绑绳这就是讲多摕伫咱的身躯边，咱要摕绳方便。咱即摆摕绳就是要来吊这粒瓜起，固定起。好。咱的绳安尼，拄瓜遮这个 T 字形的这个管遮，打个单节。打个单节安尼就好，拧就好。即摆就甲扭起算互你安尼小可平行，固定一下安尼。就甲固定好，吊起来安尼。咱想要爱甲瓜吊起来？因为瓜伊会持续大，你若无吊起来，迄就有当时会挂涨又扭了。它会一直垂下来就对了。对，咱就是用安尼吊徛瓜，就是你固定。有瓜伊就一直大起安尼。好。咱即摆你若像这还袂熟过，咱就慢只钓。即摆就是像安尼拄即个 T 字形的所在，撑过，打个结安尼就会使。即摆扭起扭起钓安尼。你讲好，你做看卖呢？好，我一条绳这张 T 字形这样 T 字形安尼，不爱撑过安尼。爱撑过安尼。拔起，打个结就会使。安尼就会使。安尼。然后你袂使扭，你爱注意控制好安尼，你唔通扭上起，扭上起有当时会许你扭断。这个真诶，互我扭断，所以。即摆你就是安尼，迄个咱顶管安尼看差不多，顶管搁再打一个结。拔安尼就会使。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自7月底到近1个月无见面啊！对啊，哇，咱今日要来采收咱对一开始的栽种，然后除侧芽，然后隐蔓，然后栓葛，然后咱大概来拢有伊无同款的变化。今日终于要来验收咱的成果呢。已经到成熟的阶段，咱从老果到即摆开始要采收，已经经过40几日啦，1个月已经成熟咱即摆就会当来甲采收起。好，行。即摆我你看迄成色是要安怎看？即粒瓜有成色，我你讲，你就会了解好。
我带你入来看熟度是要安怎分解。好，你若像熟度，伊一粒果若要熟，伊个迄个叶仔会表现出来，开始黄化、老化去。哦，你若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果仔咧开始成熟咧下，伊就一直老化，啊老化到一个程度，伊就是即粒果仔的熟度嘿，开始咧黄化，迄个凋零，啊像这拢搭，迄就是一个迄个象征，吼，啊伊愈搭就是伊的熟度会愈好。哦，啊你若像安尼会表现出来，就是伊的熟度已经有够。啊，所以咱要采收的时阵，就是看伊的叶子的呈现。伊若像讲因用要枯啊，就表示这粒的瓜，那个哈密瓜的熟度已经会使啊。对是，啊若无你就是爱记日数。好。伊一粒果的成熟的时间是差不多伫咧38天至45天一芳，看气候啊，甲看品种啊。是。啊，你若像13号的。差不多38天至42天，这芳就会当采收啊。将一颗颗哈密瓜剪下，放进笼子，准备包装。我们从夏天到冬天，一路跟着许先生栽种哈密瓜到收成，体会到种田务农都得靠天吃饭，天气好坏、温度高低，都牵动着农民的生计。一整年辛苦的农作，就是为了等待丰收。若因为自然因素而导致收成不好，就会瞬间化为乌有。感谢用心耕耘的许大哥，让我们有这么可口美味的哈密瓜可以享用。咱即摆要做的工课，就是爱做分级阶段。哦，啊果仔咧栽培有好有歹，啊有大细粒，啊有外观较细只较水的。啊，咱拢爱安尼甲分级甲好诶爱还好诶放，啊歹诶还歹安尼。吼，啊你若像安尼照安尼甲分，啊市场诶介绍就会无照果仔甲咱看，好诶画好诶介绍，啊歹就画歹诶介绍。啊咱咧做诶就是爱尽量做好迄个分级，做好清安尼，吼。啊，目前咧做诶就是分大细粒，啊，搁迄个个性诶好歹安尼，啊品质。啊，咱着爱随粒仔看一下，吼，啊看安尼伊有外观有啥物货无，啊需要放入对阶段诶迄个货，啊做分级，尽量若做诶愈清愈好。啊，去到市场，人拍开就是看你的物件，就是好歹，人看就知影。一个头路，一个事业啦吼，有好的时阵嘛是就拢有歹的时阵啦，啊，就是爱挺过去啦。你家己好歹拢爱家己的，啊歹的，咱爱静了思考，缺点里底啥，啊改进安尼莫放弃。你若放弃，一切就无啦。啊，你若像讲拄着问题，你甲解决；你若像讲连锁障碍问题，你着有机质增加，啊，互轮销还是安怎克服过，安尼就是原来是搁一个货。啊，你若放弃着拢无位啊。啊，所以做啊即几冬安尼起吼，坚持伊是足重要。